空军E2K 已经继去年无执行起落架检查停书就休落来，第四节无人机的八道遇到涂骹受损严重，就要开20亿修理。监委调查了后，发现事故主因是正副驾驶无完成6项的检查停书，监察院通过纠正国防部。去年空军E2K 无人机降落屏东基地时，因为起落架无放落，造成机腹卡到涂骹，无人机也冲出跑道，机体严重受损害。监察院审查通过调查报告，提案纠正国防部。接连的错误导致这个 E2K 的预警机呢，就用机腹着地，机身呢严重受损。美国的专家估计呢，大概要花费20亿元左右的台币才能修复。显然看起来是没有办法修复，也是浪费公帑。监委调查发现，事故主要原因是正副驾驶无依照飞行训练的手势完成6道起落架检查。另外，当时3名要射4名的时阵，教官为了强化学员的学习效果，调降消毒起落架无放落警示声音，造成后壁因为专心训练科目，你无注意起落架存放情形。另外，地面管制方面，飞行督导人员无专程来掌握无人机立场的动态甲外形，造成入去轻度区的时阵，才发现无放起落架，违反警告。这一次的这个事故是属于人为的一个状况，那让国军的这个空中预警能力就是折损，也就是原本可以有轮调的这个预警机少了一架，那当然对于其他的预警机这个维修还有执行的这个周期就会造成影响。专家提醒，为了避免飞安事故发生，应该强化安全的管理。空军司令部是讲，除了主动检讨后备人员考核机制，完善修订各项飞训甲督管的规章以外，并且严格来考核多态标准，强化教育、训练甲督考的做法。对着监察院纠正违失的事项表示尊重，案内有疏失的人员，拢已经适当来顶处。记者综合报道。